高雄市政府每年的小物超人600王手提高压灯，今仔日献光，民众是真期待哦。讲2月27到28会伫高雄港的码头发予民众。头壳只大帽，身躯正细粒子，2类亲像是兼2件的目睭。超人600王经典造型的高压灯，是今年高雄市府每年的小物，民众拢足期待。超人600王。那过年会送这个提灯，有没有很开心？喜欢，因为元宵节了，要有灯笼。小朋友摕着高压灯是嘴笑目笑。高雄市国小甲幼稚园将伫咧学校统一来发放。一般民众会当伫2月27到28下晡4点伫高雄港的18号码头排队来领，一个人敢来当领2趴。它的4肢都是可以转动的，那我们也可以在玩的过程当中呢，让它有站姿，然后坐姿，甚至飞翔的姿势。翕相的道具也正吓人目。超人600王造型的红仔，模样有够高水，代表一马当先的超人精神，团上勇敢甲希望。那个娃娃非常可爱，很喜欢。妈妈，我个人比起花灯更喜欢那个娃娃。观光局今年也甲超商联手推出超人600王的杯仔，当中有2种风格，也有酒干塔拉含会发光的手环，高压灯才会联名的商品，也互今年的春节甲元宵充满着英雄的气势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